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许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说的乡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坡大米、犹太、加帕多家、本都、亚西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以上，我们今天的讲道是请玉山神学院董俊兰牧师，他今天讲道的题目是讲人家听得懂的福音，讲人家听得懂的福音。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有机会代表玉山神学院来到我们迦南教会，向各位请安，也跟大家分享上帝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召集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主，求你这个时候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柔软，来接受主你的教导跟你的祝福。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玉山神学院是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属下三间神学院里面专门为原住民来设立的一个神学院。玉山神学院不是在玉山，而是在花莲县。它是在花莲县的寿丰乡，离开花莲的火车站跟飞机场都差不多是半个小时的路程。玉山神学院就在风景区里面，因为它刚好在鲤鱼潭的旁边。我知道台湾有好几个鲤鱼潭这些鲤鱼潭里面我们那一个鲤鱼潭最漂亮，因为我只看过那一个鲤鱼潭那个鲤鱼潭真的是很漂亮，因为很自然，而到目前为止并不会很吵杂所以非常欢迎各位有空的时候如果你们要度假，可以到玉山神学院来我们开始在种樱花每年的3月开始，我们有很多樱花会开放，然后也很欢迎我们来到玉山神学院。我们有客房我们有不少的客房，然后我们可以住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还有福音车可以接送。如果你们坐飞机过来，坐火车过来，我们可以接送。我们有2部福音车，这2部福音车呢，都跟我们刚刚带敬拜赞美的弟兄姐妹大概一样年轻，都是20几岁、30岁这样子。那我们需要准备2部，因为怕第1部被你们做坏了，那我们有第2部可以去救你们。如果你们连第2部都把我们做坏了，那你们就要赔我们1部新的用1部赔2部，这样很划得来非常欢迎我们过去那边，因为现在整个台湾都非常拥挤，那大概只剩下东海岸，那真的是人间的净土。那我们那边还有很多风景区，有太鲁阁之类的非常欢迎大家过来目前玉山神学院呢，它其实是有一些他们叫做汉族的学生，我们叫做平地人汉族的学生那个是因为要方便花莲跟台东这个地区的汉族的学生来就读，因为从花莲要过来我们西海岸其实是相当远我为了要到我们迦南教会来，我也是经过千山万水虽然直线距离不是很远不过因为台湾这个上帝在我们的台湾正中间
造了一个中央山脉，那个中央山脉造得非常高，所以要从北边绕过来，所以非常远。那如果说花莲跟台东地区的平地的学生要到台省或者南省的时候，其实是有点远。而且现在因为东部是台湾非常好的观光景点，所以火车票非常难买，它是2个礼拜以前可以开始订，半夜12点开始订。我半夜12点进去的时候，已经给搞我讲没票了所以2个礼拜前，它一开放就已经没有票了，非常难买这个火车票。所以如果要他们到西部来读神学院，其实非常困难所以我们有接受一些平地人在那边读。不过呢，这些平地人的比例还是不高，我们总会给我们的比例是20%，不可以超过20%。不过我们没有超过20%，所以我们还是算是一个原住民的神学院。那整个原住民，不管是在都市里面，或者留在部落里面在整个台湾当中，原住民还是属于比较弱势的族群所以这个神学院呢，它没有办法完全靠原住民的教会跟原住民的信徒来支持，它一定要我们平地的弟兄姐妹来帮助他们。所以非常希望各位弟兄姐妹能够把这些原住民的教会看为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来帮助他们，特别是在他们需要我们的时候当初总会设立玉山神学院专门要来向原住民的信徒来传福音。这个其实是在回应大概30-40年前台湾以前台湾的教会都是外国宣教师来宣教，北部是从加拿大，南部是从苏格兰过来。然后这些宣教师到台湾之后，他们做很好的福音的工作，但是教会扩展到一个地步以后，已经没有办法再完全靠这些宣教师，所以这些宣教师就帮助我们，让我们主用主团，自立自养自传，然后我们自己训练我们自己的牧师因为我们训练我们自己的牧师的时候，数量就会变得很多，可以应付我们大量的宣教的需要。如果当时没有这个运动，我们还是一直靠宣教师的时候，台湾的教会没有办法像现在这么兴旺。那原住民也是一样，我们其实很难进去原住民的社区去传福音，因为语言不一样文化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去跟他们传其实不是很适合。最好的方法还是我们帮助他们，训练他们的教会领袖，训练他们自己的牧师，然后让他们的牧师回去他们自己的社群，在那边向自己的族人传福音。这个仍然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在今天下午我们信徒训练会用到的一个神迹故事里面就是在马可第5章第1节到第20节在格拉森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不是犹太人的地方。耶稣很少跑到外邦人的地方去，他大部分在加利利附近，在犹大，在耶路撒冷，在犹太人的当中传福音，他很少跑到外邦人的地方去格拉森是其中之一。然后他去那边就赶鬼被耶稣医治好鬼被赶出去的这个人当然是一个外邦人。那这个神迹完成之后呢这个人就跟耶稣说我想跟你一起走跟耶稣一起走的意思是要当他的门徒啦，当他的门徒我们都会猜说耶稣应该会说好啦有人要来读神学院嘛，我们怎么会说不要有人要现身当门徒，那当然要说要。不过没想到说耶稣说不要，你不要跟着我，你不要跟着我。然后呢，耶稣就叫他回他的家，然后把耶稣在他身上做的事情跟大家讲结果他真的有这么做，他就没有跟耶稣，然后就回他的家把耶稣从他身上把鬼赶出去的这件事情在他的亲戚朋友当中传讲其实耶稣不让他跟着他，不是不让他当门徒，
而是认为说你最好是回你自己的族群去，你不要到犹太人这边来，因为犹太人不是你的族群，那你回你自己的族群去，回到你自己的故乡，在你的亲人当中传福音。传福音就是跟人家讲耶稣在你的身上所做这些事情这个就是传福音。所以耶稣并不是拒绝他当门徒，而是叫他回他自己的族群里面去传福音。所以今天玉山神学院也是一样，我们如果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训练最好的牧师出来，那对原住民的宣教其实帮助非常之大。而且他们所帮助的不是只有原住民的宣教而已，而是对整个原住民的文化跟社会的帮助都非常之大。在原住民的社会当中，教会的力量还是非常大，所以教会可以影响到社会，跟我们平地不一样。今天在我们平地的社会当中，提供一股安定的力量的是什么？提供一股安定的力量，我们看到那个就会感到很平安。是什么？不是派出所，也不是教会，是 7-Eleven， 是超商，它24小时都很亮，到处都是。所以现在这个是台湾特有的文化，美国人一定不懂这种文化。那你在任何一个地方看到超商，你就感到很平安，因为里面很亮，里面有我想吃的那个便当，里面有很多东西我需要的，我要缴税，我要拿东西，里面都可以做。那在原住民当中，靠的是教会，不是 7-Eleven。所以如果我们帮助这一个神学院，实际上我们是帮助了原住民的教会、原住民的宣教跟原住民的社会，整个合在一起。那这些牧师，如果我们把他训练好之后，他们可以回他们自己的族群，讲他们自己听得懂的话，包括语言跟包括文化，向他们自己的族人来传福音。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就是在讲这件事情。这一段经文其实是圣灵降临节的经文在圣灵降临节，今年是5月19号今天使徒行传第2章所记载的是第一次的圣灵降临节当时是五旬节，然后这些耶稣的门徒就留在耶路撒冷的地方，然后因为是五旬节，所以有很多犹太侨民就回到耶路撒冷来这些犹太侨民呢，他们有些刚刚出国，不过有些已经移民很久。那他们虽然移民到外国去，但是在他们的心灵上仍然认为说耶路撒冷是我心灵的故乡尤其是那个圣殿是我心灵的寄托，所以他们一生当中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回圣殿献祭过节所以每一次的过节，包括逾越节，包括五旬节，都有很多犹太人比较近的从犹大地区来或者从加利利像耶稣的家乡这样子来，但是也有很多人是从非常远的地方来到耶路撒冷的地方敬拜。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有一张名单讲说这一些犹太侨民回来，这些侨团好像我们台湾的10月10号跟中国的10月1号一样，有很多侨团就会回来，然后他那边有一张清单，我们就知道说很多人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过来，包括从罗马过来。那这一些犹太侨民他们回耶路撒冷献祭的时候他们聚集在一起，然后这个时候呢耶稣的门徒就认为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他们刚刚经历过耶稣的复活，耶稣复活后的50天，他们满心热火，希望能够向人家传福音看到这些犹太侨民也是他们的同胞了，所以呢他们移民在外面可能已经很久，不过也是他们的同胞，所以他们就非常希望能够向他们传福音。不过当他们准备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碰到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就是语言因为耶稣的门徒大部分是从加利利过来的，加利利在当时算是在地，
啊，虽然他不是在犹大，不是在耶路撒冷，不过加利利也算是在地。他们讲的是他们的父母话，北波维啦，好像我们说有人讲台湾维这样子，他们讲的是他们的父母话。他们当时的父母话是亚兰语，亚兰语哈。其实这个亚兰语也不是他们的父母话，他们真正的父母话是希伯来文。但是因为国家灭亡太久，所以他们自己的希伯来文已经差不多都忘光了哈，只剩下文士拉比他们受过训练的会读希伯来文，其他已经不会读，所以他们是讲亚兰文。亚兰文其实是波斯帝国的国语已经300多年哈。那大概将近10年前我们有流行一部非常出名的教会的电影哈，叫做《耶稣受难记》哈。耶稣受难记，就我所知道台南神学院大概100多年的历史唯一的一次那个院长带所有的全体师生去看电影，大概就那一次了平常看电影都要偷偷的跑过去只有那一次我们是公开由院长带队去看耶稣受难记。如果我们注意听它里面讲的话，就知道说他们其实不是讲英文，那个片是讲亚兰语。所以我们记不记得当时玛利亚叫耶稣叫什么？当玛利亚在叫耶稣的时候，不是叫耶稣他叫加苏叫约书亚啦。因为耶稣这一个字是希腊文，它的亚兰文的发音就是约书亚所以他们讲的是亚兰语，然后他们只会讲亚兰语。那因为他们是在地的犹太人，他们很少出国，所以对他们本地在地以外的这些语言呢，其实他们不熟。这些犹太侨民回来呢，他们大概讲几种话。第一种就是讲他们侨居地的话。如果你是从西班牙回来的，你从罗马回来的，你从哪个地方回来的，就讲那个当地的话。然后他们应该也会讲当时罗马帝国的国语拉丁文，或者讲当时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好像今天的英文一样，当时是希腊文。那他们大概会讲这几种语言，但刚刚好这几种语言都是在地的耶稣的门徒不会讲的所以就听录这边只会讲亚兰语其他他们不会讲这些犹太侨民就是不会讲亚兰语，他们会讲很多种话，就是不会讲亚兰语这种情况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出国，或者我们有亲戚朋友是移民到美国去我们就知道有时候我们的亲戚从美国回来亲戚跟我们讲台湾话了那些第二代就要来逼就要用手比因为他们大概都讲英文。那上个月的月初我去东京演讲，那边有4间台湾人的教会联合灵修会叫我去当讲员我去的时候就知道说他们是有2个灵修会在一起，一个是讲台湾话的第1代的移民，然后他们的第2代的移民讲日本话，所以他们去请一个日本的年轻的牧师来当他们的讲员就一定要是这样子，否则的话没有办法。第1代台湾话没有问题，但是第2代他们在日本出生，他们在那边长大，他们在那边读书。你说如果在教会你只能讲台湾话，台湾人那么爱讲台湾话，如果这样子的话，那这些年轻人大概就没有办法信耶稣，或者他们只好到日本人的教会去。但是那边的移民的教会就是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说我们第1代就讲台语第2代他们自己讲日文，所以他们有他们日文自己的礼拜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当时门徒跟这些犹太侨民也是产生语言上的隔阂困难，没有办法跟他们传福音。那这个时候圣灵降临这些门徒突然会讲他们本来不会讲的话。那在使徒行传第2章里面呢，提到这种话的时候，一共提到4次，用了2个单字。第一个单字是我们一般今天有些比较灵恩派的教会信徒，他们说我会讲方言那个方言他们叫做舌音所以在使徒行传第2章第一个用的字是舌头就是舌音我们讲的方言就是用那一个字
不过他第二个字呢，用的就不是这个，他第二个用的单字呢，是在指当时已经有的语言，比如说拉丁文，比如说希腊文啊，这种已经有的语言，但是是这一些门徒本来不会讲的。他说第二个字是用这个单字，那这两个单字在整个第2章里面呢，我们发现说它没有一个区别，也就是说这两个字哈，它们可以互相通用，互相通用。所以呢，当时的门徒因为圣灵降临的缘故，他们可以跟这些犹太侨民传福音，讲的不是灵恩派的教会所讲的那种方言，而是一种已经现存、已经有的那种语言，那个是犹太侨民侨居地的语言，然后是门徒本来不会讲的所以当他们讲这些讲这些话的时候，那经文就说这一些侨民就非常的稀奇，然后就说：你看这样说话的人，不都是加利利人吗？为什么我们个个都听见他们用我们自己的母语说话呢？那就是说，他们听到的是他们侨居地的话，可能是拉丁文可能是西班牙文。那他们知道说，这个是这些加利利在地的门徒他们不会讲的。所以圣灵降临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讲人家听得懂的话，而不是讲人家听不懂的话。其实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再接下去，那个我们就看到彼得他的讲道。彼得讲道他分2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在责备这些犹太人杀了耶稣呢。第一个部分，彼得引用了先知约珥的话，说世界的末期快要到了世界末期到的时候会有一个审判。那在这个审判当中呢，那上帝要审判你。那如果你想要通过这个审判进入永远的祝福，那你就要奉主的名求告他的名，你要做这件事情。那你要求告他的名的话，那这些一般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不可能求告耶稣的名嘛。所以在世界末期快要到的时候，教会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去传福音让所有的人都懂得在世界末期的时候求告主耶稣的名，让他们能够得救所以就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就讲到说圣灵要降临，要充满在很多人的身上，有老人，有年轻人甚至奴仆婢女这些人都要当宣教士去传福音。那圣灵要给他们力量，要让他们讲人家听得懂的话。传福音如果讲人家听不懂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传福音。那什么叫做听得懂的话？在台湾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讲台湾话，我们讲华语，语言上通常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小心的时候，我们会有时候会用我们的行话去讲的时候，外面的人不一定听得懂。每一行的人都有他们的行话，有他们的专门术语啦。那比如说最近我们台湾在流行篮球跟棒球那王建民前天他跟那个加拿大多伦多的那个蓝鸟队签约，有没有？然后他要过去然后王建民他的 ERA 是 3.78， ERA 是什么？这是他们的行话如果我说王建民的防御力是 3.78， 大概我们比较知道那投手的防御力，那防御力怎么算？防御力怎么算？那是投手一个投手好坏的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防御力就是一个投手每9局被得几分，那个就叫做他的防御力。所以王建民 3.78 是他每9局被得 3.78 分。然后这个被得分怎么算？因为有时候王建民投到一半，有没有？然后2个人在垒上，然后他就下来换别人上去投，有没有？那如果这2个人跑回来，这两个人得了分，算谁的分？算王建民的，不是算后面这个所以他们有他们的行话，我们要看棒球，如果不那不学过学一点如果没有稍微学一点他们的行话还看不懂，因为那个总不一定说行话
那个总部一定说行话，这个人的 ERA 多少，这个人的这个打击手非常好，他今年已经打了多少打点，那个你看他们的足球也一样他们也有他们最那个美式的足球最重要的那一个人叫做 quarterback， 台湾很难翻译呢 ，quarter 就是1/4嘛，那他就是一个人，为什么给他叫1/4都不知道要讲这个他们的行话，每一行有他们的行话，外面的人很难懂得他们的行话，教会也有我们的行话。那如果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把行话直接拿出来讲，有时候外面的人就是听不懂。比如说有一次也是纪念主日不过不是预审的，因为我才刚刚去预审而已以前我在南省的时候有一次那个也是纪念主日，我到台北去也是一样，我礼拜六就要去住在教会，因为礼拜六要做礼拜。那个礼拜六，他们就那个教会的信徒就聚集在礼拜堂的地方看电视。他们说有一个布道会我的印象布道会应该在体育场，但是他们是在看电视的，他们在看那个哥林汉布道大会。然后那个哥林汉布道大会，他就在讲用约翰福音第3章讲重生得救，重生得救。布道会呢，我就在想说布道会的对象应该是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真的懂什么叫做重生，什么叫做得救吗？那是我们的行话，我们听得懂，对不对？那外面的人真的听得懂吗？真的知道什么叫重生，什么叫得救吗？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很容易说因信称义，那我们要当个义人。那我们想一下，如果是教会外面的人，他想到义人，他会想到什么？他听到我们说我们要当个义人那个义人不是那个唱歌的那种义人是这个是因信称义的那个义的义人。你想我们的这些还没有信的亲人朋友，他们会想到什么？他们可能会想到我很有义气我那兄弟我那个兄弟如果被揍的话我一定要去把那个人揍一顿回来，这个很有义气的叫做义人，这样子。他们了解的义可能是这个样子，但是圣经的义不是在讲这个，圣经的义是在讲说你射箭射到了目标，那个叫做义这个目标是什么？上帝的诫命。所以你遵守了上帝的诫命叫做义人，没有遵守上帝的诫命叫做罪人。这个是圣经里面一个特别的定义我们如果没有解释，只是说义人跟罪人你是罪人，你要悔改我怪人不爱来信我哪里是罪人？我又没有偷，又没有抢，我领的薪水是辛辛苦苦去赚来的，我又没有怎么样。你们教会的人一天到晚说我是罪人，听到的 key mobile 其实在圣经里面，罪人他不是那个意思，他比那个意思更跨境这样。他就是在讲说，没有遵守上帝的诫命，也就是说，你射箭没有收到那个目标，那个就叫做罪人。那是在指没有遵守到上帝的诫命。那在新约里面，它是在指没有遵守犹太人的律法，那个叫做罪人所以这些行话，这一些专门的术语，如果我们没有解释，就拿出去讲的时候，大家听不懂，那我们的传福音就失败了。所以圣灵降临给我们帮助的时候，就是要我们去讲人家听得懂的话，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出去，而不是让很多人就被我们这些行话就挡在外面的地方。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很用心我们除了要有热心之外，我们还要有用心传福音的人都很有热心，有没有？就到火车站去分传单那都很有热心。但是当我们有热心的时候，我们还要用心。我们要去想说我们今天要去传福音，我们设定的目标到底是谁？是年轻的，还是比较年纪大的？还是你们今天是要去监狱传福音？还是你们今天是要去幼儿园传福音？那个都不大一样你要去哪里传福音？那这些人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如果你能够讲到他们需要的，那他们会听他们会听我在以前牧会的时候我们就曾经办很多那个健康讲座。那有一次我们请我们一个会友来讲怎么买股票了他买股票
赚很多钱了哈，啊，他讲了以后，我还是不会买股票哈，啊，他就来讲买股票，然后很多没有信的人哈，外面人就来听哈，那个如何赚钱，很多人都会来听啊，要怎么样信耶稣得永生啊，就没有人要来了啊，因为哈，他们不觉得有需要。那这个赚钱大家都很需要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去讲人家所需要的，那人家就会比较会来信，讲人家听得懂的福音。那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回来看玉山神学院今天所做的事工，就是我们要帮助他们训练他们自己的牧师，回他们自己的部落去传他们自己听得懂的福音，而不是靠我们平地人去帮助他们，是他们自己的人用他们自己的话，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用他们自己的文化，用他们自己去传。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来帮助玉山神学院。那今天玉山神学院的学生里面，最主要的当然还是训练牧师，这个叫做宗教研究所，是道学硕士班。那他们现在道学硕士班有两种，一种是3年制的，一种是2年制的。3年制就是一般的你大学毕业然后来读3年，然后又当牧师。2年制他们今年刚开始又有个2年制的，是因为玉山神学院是到好像是97，大概15年前他们才开始有道学硕士这个课程，以前他们没有这个课程，他们是用BD 的。他们是读 BD， 就是高中毕业读4年，然后就可以去当牧师。原住民当时这样子已经很好了所以他们很多人是学士的学位现在已经在当牧师，他们不是硕士的学位。那总会现在规定要道学硕士才能够当牧师，所以这一些老牧师都要去补了，要补这个学位要补这个学位所以他们现在有开了一个2年制的道硕班，要给这些老牧师来补学位。所以开了很多班在花莲有开一班，屏东开一班，埔里又开一班我这个学期就是在埔里有开课那我们如果地图拿出来一看埔里离花莲很近如果我能够坐飞机的话大概20分钟就到了，真的很近因为从彰化进去埔里跟从埔里去到花莲大概一样远那我从彰化去到埔里大概1个小时就到了。但是从埔里去到花莲大概要6个小时，因为你要开中横你要开中横，而且你要买很高的保险费因为它很容易山崩，有没有？那个石头都比汽车还要硬那个你被它打到的话，就是那个番茄炒蛋所以交通其实是非常不方便但是他们为了服务这些原住民的牧师，我们还是要开这个班。然后呢，为了教会的事工，我们认为说教会不是只有一个礼拜堂在那边做礼拜，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广义的教会，所以我们有社工系，有教育系，有音乐系要在广义的教会里面服侍上帝。然后呢，我们还有信徒神学系，就是在栽培这些一般的信徒的，然后还有提供这些已经是牧师的回来进修的那个牧患学博士班这样整个都加起来大概有快要200位的学生。那如果把这些校外，就是说这些博士班跟这些信徒神学系的学生扣掉，大概我们还有150个学生在学校的地方。那我们1年的预算大概是5200万要养这些老师跟学生，然后还有很多费用，我们1年大概需要5200万。那目前玉山神学院正在盖房子，我们在盖一个叫做综合大楼5层楼，因为他们非常需要这些硬体的设备这些玉山神学院的硬体非常不好，它没有礼拜堂，它的礼拜堂是拆3间教室做礼拜所以那个做礼拜好像在上课一样坐的是那个学生的椅子因为他们很窄所以你在做礼拜的时候要很乖不能动得太厉害，也不能站起来那个椅子在噼里咔啦，然后还会联动如果你没有站好的话，可能整排都倒了这样子。所以他们现在要盖一个综合大楼，里面有礼拜堂，有教室，有会议室，有办公室这一些都希望能够放在里面。那他们整个的预算是2亿他们相当
不是他们然后我们然后我们其实是非常认真的在募款，所以我们已经募到1亿，已经募到1亿，我们还缺1亿哈。那我们可能会讲说啊，1亿要1亿小块代志，我落地下都有。如果你口袋里面有的话，拜托哈，掏一半出来给我们了哈。对原住民来说，1亿已经非常的多，1亿非常的多。对我们平地教会来说，1亿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对他们来说，1亿是非常的多。那他们已经努力去募集1亿了，剩下的1亿，非常希望我们平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来帮助他们。他们是真的需要我们的帮助。如果我们帮助他们，就是帮助上帝国，就是帮助原住民的教会，就是帮助原住民的社会。希望我们一起来协助这一间为原住民来设立的玉山神学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每个地方设立教会，包括我们迦南教会来服侍你。也感谢你，为了训练教会的领袖，你在各地设立神学院，包括玉山神学院。主，我们将我们迦南教会跟玉山神学院所做一切的事工，跟所有服事的同工，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也将我们的兄弟姐妹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扶持，求你保守。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